再来看立法院今仔开议会，在野党是提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正草案，那边拢加急动员，嘛以人数优势表决过关咯。立法院会三读通过 NCC 组织法的修正案，12月初一开始实施哦。NCC 的代理主委洪丕宗爱伫12月初一落任 ，NCC 的运作恐惊会暂时受到影响。 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人事案一直延前，进行调解协商，针对在野党提案修正 NCC 组织法，将即马条文当中施行一期由行政院以明定定制的文字删除改做自公布日施行，力求落实删除 NCC 委员应尽条款，不过调解无共识，伫15送议会表决。我们针对翁博忠是一个违法的代理主委这件事情。 表达了非常强烈的抗议，我们很明确的去定了三读通过的法律案，应该能够直接来加以施行，能够拨乱反正。没有想到说行政院会钻这个漏洞所以为了要让这个法制比较完备，所以今天要把那条修掉。翁博忠很可能就没办法延任。那 NCC 代理主委洪丕宗落台，到时阵只剩3委员，有上百个审议项目恐惊会挡伫遐。 在野呼吁执政党将 NCC 人事案摆入交通委员会议程。民进党团是表示，不应该为政治目的瘫痪民生业务。行政院辖下的组织机关的组织法，它的施行日期都是由行政院定之。蓝白对于 NCC 就是戴着有色的眼镜 ，NCC 辖管的业务。 多数是民生业务，不管是基地台，不管是手机的使用，可能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同款是人事案，考试院正副院长、考试委员甲司法院正副院长大法官人事案会启动审查。总统府秘书长潘平安15日起陪伴考试院相关被提名人去立法院拜会。有关国家的典章制度。 文官考试专技人员更希望贵院的大院能够尽速审议通过，都会逐一请所有的考委来跟各党团来拜会，我想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义务。考试院被提名人同意权行使会伫12月17投票，司法院人事同意权会是伫12月20日来进行投票。记者综合报道。